好咱顶摆敢若是读到121页的款。好，迄是的，咱顶摆是读到121页的中间，好，第二段读线。好，敢爱为新的一段开始论今仔日，好，来，咱开始。好，论今仔日的东洋人、苏西洋人的点，好，苏西洋人的点是真济啦。苏啦，吼，苏西洋人的点，好，苏西洋人的点是真济啦。咱东洋人的志气是真消沉，真无活动，咱拢真快老，真快死，这拢是对咱的身体真软弱，得到精神无充足，所以事事都是毋敢向前走，拢是退步退嗯退退步退步手。这个敢若变调，退步手拢是退步手那边吼。来变调。那好，读做伙当然是爱变调啦，吼，拢是退步手那边，但是拢是退步手。向前所以这个走，这是退步嘿，手吼，主要是安尼吼，向了解，前走啦。就对应的两个对应。好，向前走，拢是退步手那点。好，健全的精神是点伫健全的身躯。好，安尼了解。好，来我读一遍吼。论今仔日的东洋人、苏西洋人的点是真济啦，咱东洋人的志气是真消沉、真无活动，咱拢真快老、真快死，这拢是对咱的身体真软弱，地到精神无充足。所以事事都是毋敢向前走，拢是退步手那边。健全的精神是点伫健全的身躯。继续后一段吼。好，列位，请咱的目睭踢开看，好，目睭踢开看，所以这个踢开就是看起的张开的意思，叫踢开。嘿，好，对，好，这个咱之前敢若已经有看过这个事啊。目睭踢开吼，踢目睭，还是讲心嘛是会使踢开，踢。踢开，展开。哦，线，线顶顶踢开吼，踢好线，踢线，踢线。好，好，我来记一个。
open 哦，哦，嘿我 share 我 screen，嘿，有看到，好有 open out，好，好，咁咪继续后一段，后一句，好，是，是咱的目睭天开看，咱的人。诶，即个感觉变调，咱的人也是爱卡本调甲一轻声，咱的，所以是咱的，也是咱的，应该是讲咱的人，唔是讲应该，就是讲，咱的人，嘿，咱的，所以讲就是咱是本调，后壁对，去，嘿，吼，咱的人，两种读法其实拢会使啦，但是意思有共无？我想看嘛，好，我感觉意思是相像，无啥物差别咯。好，了解，好，好，这咱的人有诚一个人款的有几人，好，较济兼毋是面色高达啊，面色高达，皮目消散，消散，消散啊，对吼，第二声，面色高达，皮目消散，温故，嘿，温故是啥物意思？温故，就是驼背叫做稳固，嘿，好，这个我来记一下，温故，哦，温故，好，了解。温故凄眉，摆卡的满是嘛，了解。对这款体格无强壮的精神，强壮，咁就是 strong，但英语 strong 的意思，强壮的精神。对这款体格无强壮，嘿，应该是，我头一摆看到这个词，强壮，听起来亲像是华语的，我这较是台语的词，好，嘿。无强壮的精神通发现，实在是应该。好，安尼了解。这段咱来短看一下稳固吼，皮目消散，稳固青眉，白开满是。稳固代理店的解说吼，银菇、黄菇，这是即安尼读黄菇的款吼，我无解清楚这条全经。稳固啊吼，稳固的食香点路意思。稳固的食香点咯，哦，好，安尼了解。受天照顾啦吼，稳固爬领导，爬领导，有力兼歹看，无学身份去做颠倒反转会失败吼。好。因为你稳固，你个脚趾片已经无，你个爬领导意思，所以意思讲，免强啊，对啊。是。我主要是要讲一句啦，这句是我上接听到的。稳固的高动王，高动王是啥物意思？动王是啥物？就是稳固的高动王，就是讲，这个讲，我是讲嘛。我记得有顶一句，但是顶头一句，要安怎讲我煞袂记。我煞袂记，但是后壁这句我是会记。稳固的高动王，就是讲，就是伊后壁讲的讲，共雷斗阵吼。就是你若华语讲咩啥？物以类聚哈。差不多是这意思哈。龙，刚才是龙高凤高凤稳固的高动哦。
我记得是安尼啦，吼。是我嘛有押韵呢，讲两交两，有交风，有交动风，吼。有，就是若是教育部的书典有修即句，好，是完整是安尼讲嘛？我袂记啊。就是安尼。我哦看觅，我打迄个 link 打互你，好，你敢有看到？小等下你去打哦。伫就是 Zoom 内底的 chat 呀。我听看觅。那这办？就是即句吼。我看人安怎读。零交零，风交风，温温交动动。这我们较早定来听人安尼讲哈。零交零，风交风，温故的交动动哈。我就是要互你学即句啦。咱转来到我。我甲读一遍吼。列位，请咱的目睭提开看，咱的人有正一个人款，咱的人有正一个人款的，有几人？较济兼毋是面色高大，皮肤消散，纹具青眉，白脚的满是嘛。对即款体格无强壮的精神，通发现实在是应该，实在是应该。实在是应该。好，继续后一页吼。好，第二则会通互身躯勇行的法度。咱要研究互身躯会通强壮的法度的以前，咱就先会记得一项，就是咱爱身躯勇，毋是要爱当会受的意思，是要爱咱真做人的本分。真做人的本分吼。真，了读真就了解意思啊。真做人的本分，做互伊彻底。了解。若毋是安尼想，讲互身躯勇，是专为着要爱当会受的缘故，安尼就大有错误。搁落去所要讲的是，毋是讲的议论就煞袂明白。好，了解。这段敢若？好，来我读吼。二，会通互身躯勇行的法度，咱要研究互身躯会通强壮，强壮的法度的以前，咱就先会记得一项，就是咱爱身躯勇，毋是要爱长岁寿的意思，是要爱咱尽做人的本分，做互伊彻底。若毋是安尼想，讲互身躯勇，是全为着要爱长岁寿的缘故，安尼就大有错误，搁落去所要讲的议论就煞袂明白。好，继续吼。下一段好。请想看，遮有一支刀毋是要摆看仿，
看风是什么意思？白看风，唔知呢，咱来查看卖吼。看风听起来唔捌听过这个词。看风哦 ，decoration 的意思。看风，对啊，看风。好，今仔日第一道学着吼。第一摆看到。对，我嘛今仔日学着吼，看风 ，decoration 的意思吼。看风摆，所以讲摆就是看伫遐的意思吼。摆看风。是。都毋是要摆看风，都是要册咪，敢是安尼读册咪，册都毋是要摆看风，都是要切咪，嘿对。切咪好，要切咪，都若会通册愈济款，搁愈济咪是愈好。是都敢若缩伫多数，缩伫多数，多数是啥物？更多的所在，敢是？我嘛毋捌安尼讲。我知影，收有巧的收，就是减收，减的收。刀鞘、剑鞘，是。好，进前我看报的戏有听过剑的收，多数是头一摆看，多剑收。我嘛毋捌安尼讲。系啊，咱日常的生活无咧用多数也是剑。我等下甲你讲，阮安怎讲吼？收是第三声吼。第三声，我拍毋着。多数吼，即个汉字的读法就对啦。我看卖，咱来学即个汉字的读法。稍小数哦，多所以多小嘛会使，多小嘛会使吼，更多小这个音好。OK， 多数就是更多的茶啊，用皮还是茶来做吼。好。OK， 阮较早我细汉的时候，我听人安怎讲做，阮讲刀龙。龙。嘿。龙。嘿。敢把是这个敢会是共款的物件？龙。当然是相款的物件，但是为什么安尼讲？这个龙字，我相信是迄个人然后。茶啊，嘿。嘿。龙哦。剑嘛，剑敢嘛会用到。阮细汉的时阵，阮生活内底无剑啊，刀啊，无剑啊。咁啊，这是歌戏，也是报地戏，也是电视才会出现的物件吼。当然生活中可能有刀龙，所以阮就用刀龙。好。但是这个龙字吼，当然你若看汉字，这个人当然你会当理解啦吼。大的茶啊，大。咱来看卖吼，我知影除了刀龙，还有啥皮龙？皮龙嘿，就是但是用皮做的地皮龙吼，毋是皮吼，即嘛是讲皮龙。我记得是安尼讲，但是我看卖，咱来查看卖啊，看有啥物物件是用即个龙字讲的。有找到一个手龙。手龙对，手龙一定是吼，手龙手套。是。阮就讲手龙吼。牛龙即嘛一般人较毋知，牛龙挂伫牛喙，互伊莫食
着卖食物件，莫食草，莫食猪啊，是，刀龙、牛龙这哦，我今仔日才学到这个，OK，卡龙捌听过，卡龙，哦，好，皮龙有无？嘿，嘿，皮地啦吼，我嘛皮龙，我会记得较早讲皮龙就是讲信封啦，吼 envelope，皮龙，嘿，贴龙，这我都毋捌听过吼，所以我知影问对啦吼，皮龙当然刀龙遮无啦吼，是，刀绣吼，剑绣，OK，好，就好，都简单缩伫刀绣，虽然是藏有几若千年的久，结果有啥物意义？哦，好，安尼了解。好，倒着切面，切愈济愈好。所以倒第一要紧就有梗，第二就爱更是更，等下再看吼，我又是迄个更体啦，但是我毋知无确定是啊，毋是。更体，哦，是更体，就是伊个。但是毋对咧，安尼无即个意思咧，所以倒第一要紧就有梗，有梗，要有爱有，第二就爱来，所以讲，倒若是有梗做诶，就我相信毋是即个意思，咱看啥物意思。体，哦好，有梗，倒有梗，倒无梗诶，真正有安尼讲。我毋知呢。啊无，你找代表有有呢，有诶，甘字典有收呢，都有梗，倒无梗，都有梗，甲无梗。看代字典有收。有梗，敢有？倒有梗，这啥物意思啊？都有梗，敢毋是倒迄个倒诶因素，就是伊个 ingredient 是用梗做诶。毋过即个梗倒无梗，无梗，当就是无来诶倒，无够来。但是第二个就讲第二讲爱来，第二讲爱梗，梗体正梗，倒梗，倒有梗，倒无梗。这到底什么意思？嘿啊，就是对啊，嘿啊，是啥物意思？因为这个甘字典吼，无你解说，所以实在是。嘿啊，就是真无彩。我看卖敢有别诶解说？有梗甲无梗。真诶吼，我看汉典修这里是啥物意思？因为梗这个物件，敢若是现代产物嘛。好。找到嘛？无梗。我知影这个梗字到底什么意思？应该就是更替迄个更，无就是用在即个所在来讲多剑有更，还是无更，敢有是是啥物特别特殊的意义？对啊，应该若是无看即个文，无看下一句，就感觉讲甘字典迄个讲的意思，就是讲伊有来还是无来。毋过若是安尼，两句话斗阵看着，感觉真 redundant，讲共款意思重复的讲。
更多步。哦，这读做讲。都着爱用好诶梗才会来。看袂出这个解释什么意思？我看个代理店，那鼓吹一个梗。落都有落梗，也无落梗。哦，来，有解释什么叫正梗倒梗？哦，正梗倒正梗，顺良的梗体。顺良的梗体。哦，呵呵。啊，其他嘞，倒梗，倒的梗。刀锋。哦，所以倒的梗，等下哦。啊，还是若是讲刀锋，所以有梗就是有锋刀。是这个意思吗？我有的可能是这个意思。我可能安尼个看无。刀の鋼。鋼。鋼。哈哈。鋼。Sword steel。无解释，敢是这个？看不出来。有梗无梗，所以看梗无梗，敢会使讲就是有来无来吗？我唔知呢。刃刀刃也是锋嘅意思。等下吼，我一时想袂起来。刀刃要安怎讲？若是用华语去找，就是有眉，也是眉。伊讲就是眉 ，ME 第五声，刀眉。是哦，我毋捌听过呢。我嘛唔知，就是书店内底收的。上面。扣面。倒面。倒肉。倒床。倒喙。倒喙吼。倒喙。哦，嘿，我看卖哦。面甲眉当然可能是漳州腔啦吼，即无共腔口。
我搭一个 link 互你看卖，就是拄则我用无梗去找的结果咧。嘿，伊甲台语的词典，好，伊看来，若是用倒边迄个无梗，就是讲没有刚刃，也华语解说。即支刀无，即支刀无梗，嘿啊，英语就是讲 steel edge，伊用 edge 迄个英语词去翻梗即个，所以就是刀刃嘛，吼。看起来即个意思啊，而且是用梗做的刀刃，梗 steel edge。嗯，嗯哼哼，但是咱查无通哩。嗯我意思就是讲，你若估即个查即个刀刃，佮找无迄个梗的意思，嗯哼，敢若有眉眉有无？嗯哼，系啊，无即个汉字，啊你若用刃去查着眉眉即个音安尼尔。嗯嗯，看卖，梗，嗯甘字典解说刃刃吼刃，音好梗的刀，来好梗刀，啥物意思？好梗哦，我用好梗做的刀的款，系啊，毋知啦。来刀，小台的刀叫做刃，嗯毋知。嗯哼，歹势，我实在是看无，为虾米这两字看起来意思应该爱相像，但是拢差无。好，好，咱继续来读。好，是好，嘿，所以都第一要紧就有梗，第二就爱来，都要爱有梗，就爱用火符，用火符吼火符是啥物？ ，OK，符就是较早讲用嗯，符较早讲符即个上接用就是讲符汉字，啊，哦，补汉字哦，呵嘿，呵呵，补坑但是里符其实个毋是靠，要哪讲不咱来查是哦，这符里，好，伊讲坑入去火甲火内面烧，嘿。好，就是一直烧，一直去烧的意思。较早符汉字当然是徛伫个火烬内底吼，火釜内底。呵呼好，诶，火釜就是火釜啦吼，火火釜内底去符啦吼。嘿，符我看卖啊，符放入去火甲火釜内面去烧吼。嗯吼，较早讲，阮较早符汉字就是嗯，甲汉字拼入去火釜内底。嘿是火烬内底啦吼，是，嘿，嘿，叫做符，好，了解，嘿，就是吼无，所以符无一定是火，无一定是火釜啦，就是你比如讲火炭，你甲好团嘿嘿，你甲汉字拼入去火炭，已经倒起来，已经红的火炭，你甲物件拼了，就叫做符啦。好，了解，啊，安尼叫做符，啊，所以符。嘿，你 OK， 会补咱加讲都爱用火补嘛吼，安尼就是这个意思。嘿是，有更就爱用火补，用推练，了解。
用水啊，用水眼，好，迄、个眼，用用水眼，水眼，OK，眼，哎，咱来查这个眼，查查这个眼，眼，哦，好好，眼，铁，都红红的铁放落去，冷水来眼叫做做，眼，哦，好是伫咧制作的过程，骹眼、手眼、喙齿眼，就是足冷的就对啦，骹冷、手冷啊，喙齿冷啊，是眼皮，小红红的铁放落去冷水第二来个，眼第二水，个解水对，卡，嘿，好，叫做眼。好，OK，用这个词水眼，我今日才学到吼，眼。是，系啊，平常那敢有铁匠即个代志？咱来是铁匠才会较常用到即寡词，一定是啦吼，因为这是因的专业的嘿，用专业语吼，的工课，对啊，嘿，是，铁匠、枪、木枪是听过啦，但是铁匠我都毋捌听过吼。是，哦，拍铁的，木枪，铁对啦，拍枪，铁的啦吼，讲实在是，较安尼讲，我看剑枪、铁枪吼，嘛是会使啦吼，铁枪、拍铁师傅啦吼。铁师傅啊，拍铁师傅听起来真顺，嘿，拍铁师傅，这是较接听到啊，这是较白话的讲法啦吼。拍铁师傅，铁枪当然一般是那讲较文雅讲法，铁枪、木枪、木枪、铁枪，啊个其他吼石枪，这我嘛毋知，银枪吼，钢枪、钢枪，剑枪、铜枪、土枪吼，土水枪、电枪。拢会使啦，因为这拢会使安尼讲，汉字安尼写，你就安尼念吼。即寡师傅，啊，即马佫有电枪，收来收电，嘿，电枪有收啊，家己都有收。系啊系啊，我就是看即个真趣味，嘿，电枪，好，好，继续吼，嘿是，好，用水眼也未互伊来，互伊来就着下着滑着磨，好，啥物意思？也要互伊来，也要互伊来就就着着下就是下的削嘛，削好下，我来记一个着磨着下着磨吼，伊就是下，好了解，我来记一个。好 ，SIAH 下NB 迄个，对，这就是意思吼。下 NB。应该是就是这个写，无别的意思吼。这个是名词嘛吼，应该是这嘛是动词嘛。是，好，就着下着磨，若是安尼，迄支刀定着会较快了，哈，快了，这个了。了敢是做好的意思？若是安尼，迄支刀定着会较快了。完成是了有完成的意思，好，对，动作是完成好啊。嘿，咱继续看，等会当理解。是好，会较快了，也惊
快了，将刀无下无磨，简单收起坑，究竟是正什么？我看卖吼，我看来都搁看，但是安尼迄个刀掠着会较快了，也快了，我相信食这个料理嘿，就是较将快消无去嘛，无去较好快了解因为了，你刀啊，定定咧削，定定咧磨，啊，当然就会变成消磨，这个刀可能你若拢卖削卖磨，放咧10年嘛，搁伫吼，20年嘛，迄时啊，你定定咧磨，定定咧磨，可能磨到尾啊，就就会歹去，刀就已经互你磨了啊。这意思，这个料就是用精去啦。用精去，好了解啊，好，安尼意思就了解啊，就讲会通。安尼收起坑究竟是正什么？了解。好，这个意义若有明，要互身躯的臃肿的法度就较快清楚。好，了解。这段你敢若来读一遍？请想看，只有一支刀，刀毋是要摆看访，刀是要切面，刀若会通切愈侪款，搁愈侪的面，是如何？刀简单缩伫刀手，虽然是藏有几若千年的久，结局有甚物意义？刀着切面，切愈侪愈好，所以刀第一要紧着有光，第二着爱来，刀要爱有光，着爱用火符，用锤炼，用水压，也要互伊来就着削着磨。若是安尼，迄支刀定着会较快了，也惊快了，将刀无削无磨，简单收起藏，究竟是正什么？这个意义若有明，要互身躯有臃肿的法度，就较快清楚。好，继续读。譬如啦，吼，有这做譬如讲，咱身体爱练，毋是为着要，意思就是你拄则讲有时，毋是为着要长好的手啊。伊讲要长好的手，你哪敢若刀啊，拢毋敢用，囥几千年。是，嘿是，嘛无意义安尼。伊的意思是安尼吼。好，继续后一段吼。好 A， 休困甲做工，休困甲做工，准则互拄好，要互身躯用要互身躯用，一项是最要紧。毋是一项，嘿，这项是最要紧。咱平常的人不知轻免，拢是会晓想做工，袂晓想休困。这个想敢是想要的意思，想要去做工，想要去。拢是会晓想做工，袂晓想休困。嘿，这个想敢是思考做工安怎做，真少去，袂晓去思考休困要安怎休困。好，继续看落去，敢有解释吼？好，西洋有一句俗语讲，无休困拢做工，巧囡仔都会变戆人。了解。咱一般的人，照看较济是做工过头，
了解。小散弟弟要打气的真济哦，小你散就爱消散了哈，消散。小散弟弟要打气的是真济，这个弟弟要打打气，嘿要打气。打气敢是华语干掉的意思。是打嘿，好了解。你要打气的是真济，一般的人吼，一般的人一般的人和一般的人，照看较济是做工过头，消散直直要打气的是真济，嗯也一边有业产有业产有地位的人，迄、个业产敢是财产有嘿，都商业啦，产业哦，好好，迄、个我来记一个业产，还财产，家业家业，敢是安尼讲？嘿，是好，记好啊。有业产有地位的人，不止毋爱叮当，专是休困。嘿，因的休困，通讲是真极端的做法。伊的骹手差不多规世人拢毋捌互伊叮当。伊的门光空，门光空是啥物？门光空。门根康的是毛细孔，哦哦，哇，好，这个我来记一个，门光空。门根的是毛管，哦，毛管孔。是门根哇，康，门光空，好，就专业的词，我来看，来记一下。伊的，好，记好啦。伊的门光空，拄起破病发热，还是6月天以外，通讲是拢毋捌有流汗出来。这句了解。所以较济是甲平常人相款，犹原是一顶皮呢，一支骨是啥物意思？一顶皮呢，一支呢是啥物？咱来查这个哪里吼，我毋捌安尼讲。好，呢，哇，无这个，无这个字，呢啊，有年啦，有年即个年，在花店有休息馆，那是 TJ374呀，来看卖 TJ 书店，呢也是泥吼，哦，就是晾衣服迄个意思，衫呢大的裤呢，敢有呢衫即个讲法呢？也是我毋捌安尼讲诶，我毋捌听人安尼讲。泥，但是就是 OK 嘛，就是咱就做毋捌听过诶。会使 OK 啊。诶，好，若是用年去找代理店，就有收伊诶例句有年衫即个讲法。毋过伊诶华语诶解说就奇怪，为布什么旁内扩张？哦，内好，网大，内网大，嘿，内衫啊，泥网大，布旁泥较红，泥衫泥遐。即讲伊解说迄个扩张，就是爱对即个例句斗阵看，才知影伊诶扩张迄个意思，就毋是华语扩张迄个，常常咧用诶迄个扩张诶意思。诶，
伊即个应该是讲，那敢若踢开啦，进来系踢开，我讲对对对，踢开啦吼。对踢开是踢开。伫倒位啊？对一字我都无看。哦，遮嗯年吼，啊，你希罗个路，你希罗个路，讲即个扩张是为迄个礼记的汉字来的，嘿，扩嘿哦，所以就是拄则讲的踢开踢，踢开。所以布旁年较暗，哦，芒达年芒达，年三，年下，嘿，年遐，阮较早袂晓用即字啦吼，啊，但是阮嘛爱经芒达，所以阮毋是讲年芒达，我是讲经芒达。嘿是音较正音，嘿音。嘿，啊，披迄若萨，是衫，嘿披嘿，衫。阮来讲披萨，我不要讲年衫吼，因为都袂晓用即字嘛。啊，但是阮讲当然嘛，平常时讲嘛是会讲着吼。披萨年芒达，布旁年较暗。啊，当然拄则讲的踢开吼，会讲踢较开的吼，布旁踢较，但是即只年较暗，年较暗是踢互伊较，踢开了互伊较暗的安尼。较暗。即只讲讲讲年较好啦，讲踢开可能无介好。是。较暗。了解。对。所以所在有关是一顶皮呢一支骨，安尼了解。两支骹在一个身躯，都煞袂在。好，就两支骹。stop。好，即讲在第三声讲着是承受迄个意思，在。就是车也是船咧载，好，即个就外条诶载。好，我记一个哦，载。两支骹载一个身躯，就煞袂载，袂载咁就是不稳的意思，袂载。好，咱诶人通讲是极端到极。做工诶，直直做到死，也休困诶，味一直困到溃死肠，溃死肠了解啊？迄个味是啥物事？休困诶味一直困味。哎呀，这也是读分调，味一直困。我嘛看看呢，这什么意思？做工诶，直直做到死，也休困诶，味一直困到溃死肠。看起来就是几句意思会知影，啊，毋过就是味迄个字无确定意思。味啊，有休困的意思吼。味，甘字典找到的。休困的味。嘿，味。倒咧味。这个味到底什么意思？就是若是去找甘字典的第三个有味，就是有休困的意思。啊，若是用毋过伫第二典共一个汉字，第二典是选味第五条。味。小看困，味一下。对，是安尼讲无？讲味一个。嘿，味一个，咱味一个，嘿。好。所以讲即个就是味。小味一个就是小妹一下哦，你来汉字。是小看困一个，嘿。对。啊，即个味咧，我都毋知呢。休困的困的意思，嘿啊，休困，嘿啊。伊就是讲做工的都拢毋知影休困，啊休困的拢无起来叮当的意思哈。味一直困到死的意思。这是伊的警句。
经有叫伊安尼也是有，经有甲经验是共款意思吼，经有境遇，经验是境遇啦，嘿，经有好，毋是经验吼，是遭遇境遇。遭遇嘿是，经有叫伊安尼也是有，总是大理由是袂晓做工甲休困的意义好，安尼了解。好，这段长的，你敢来读一遍？读一遍吼。会休困甲做工，休困甲做工，准则互拄好，要互身躯用，这项是最要紧。咱平常的人不止勤勉，拢是会晓想做工，袂晓想休困。西洋有一句俗语讲：无休困，拢做工，巧巧囡仔就会变戆人。咱一般的人照看，较侪是做工过头，消散直直要打去的是真侪，也一边有业产、有地位的人，不止毋爱叮当，全是休困。因的休困，通讲是真极端的做法。伊的骹手差不多规世人拢毋捌互伊叮当。伊的门管空，除去破病发热，还是落过天以外，通讲是拢毋捌有流汗出来，毋捌流汗出来，所以较侪是甲平常人相款，犹原是一张皮硬一支骨，两支骹在一个身躯，就煞要袂在。咱的人通讲是极端高极，极端高极，做工的直直做到死，也休困的未一直困到溃死长。这是伊的境遇，叫伊安尼也是有，总是大的理由是袂晓做工甲休困的意义。好，哦 ，OK， 应该差不多10点9点啊，10点，敢若今仔日就读到遮。是好，咱读到遮。我看头前，我敢若一直咧想讲，我要讲一项物件去绕到去。我看觅，遮想看，遮有一支刀，刀毋是要摆，看吼，刀是要签名。咱要研究互身躯会通强壮的法度，以前咱就先会记得一项，就是咱爱身躯用。我袂记得什么所在绕到去，好，咱读到遮吼。好，若是等下你有想起来，你想要讲的，会使个迄个传信息，还是留话互我知。我一时仔都袂记得倒位。好，那就到遮吼。好，后礼拜继续来。好，后礼拜再会。录个甲看会当甲摕去 YouTube 吼。OK， 好，多谢，后礼拜再会。好，晚安。好，晚安。晚安。